2026世界盃終於落幕啦！尋晚西班牙最後喺加時1-0擊敗咗衛冕嘅阿根廷。咁啊呢場波大家睇完都心涼，唔想阿根廷係攞到冠軍嘅。咁啊阿根廷一路晉級都好多爭議，咁啊大家都唔希望阿根廷攞到今次嘅世界盃嘅冠軍。咁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呢一場波嘅賽前分析？我就預測咗西班牙贏阿根廷1-0。咁啊結果90分鐘嘅賽事呢，西班牙同阿根廷係0-0。咁啊要去到加時嘅下半場16分鐘，由費蘭托利斯呢一戰定江山，幫助西班牙奪得今屆世界盃嘅冠軍。咁啊西班牙喺2010年之後呢，相隔16年再攞多次世界盃嘅冠軍啦。咁啊波衫呢就會由1粒星變成2粒星。咁啊喺開波之前都同大家講咗呢一場波西班牙會攞咗個中場，咁啊會控制成個比賽嘅節奏，得中場得天下。咁啊結果真係成場波個優勢喺西班牙嗰邊嘅，撳住阿根廷嚟打。咁啊阿根廷係需要等待做好自己嘅防守，打快速嘅反擊。咁啊好多時咧去到西班牙嘅後場咧，無論係中堅啊定係個 keeper 咧走出嚟咧清晒波噶啦。變相阿根廷今場波完全係冇攻勢。咁啊都講過啦，決賽通常咧入球就唔會大嘅。咁啊都預測咗西班牙可以攞到冠軍嘅。咁啊呢場波都非常之直落。咁啊呢場波咁啊控球百分比咧差唔多接近係6-4比。咁啊西班牙基本上控制咗個中場比賽嘅節奏啦。咁啊通常咧都有壓迫對手啦，等對手出多啲波，咁啊等嗰個控球權咧跌翻喺西班牙嘅腳下。咁啊今場波貫徹翻西班牙嘅防守非常之穩定。咁啊好似4強打法國嘅時候一樣，鉗制咗對手嘅攻擊力嘅球員。咁啊變相咧對手冇晒攻擊力啦。咁啊好多時你都見到西班牙攻完一段之後咧，又再喺後場猜翻下波。咁啊其實佢哋嘅打法都唔心急去攻住嘅。咁啊一路咧要 keep 住個比賽節奏。咁啊有時等到啲球員可以回下氣，咁啊再做咗一個進攻。咁啊呢個打法非常之好。咁啊尤其是喺比賽末段90分鐘嘅時間，阿根廷2黃1紅。咁啊喺加時嘅時間咧，又會再體力消耗多啲啦。咁啊同埋咧，阿根廷係需要跑動多啲嘅，因為打少個。咁啊喺呢個情況底下，西班牙再多咗個優勢。咁啊11個球員咧可以再壓迫阿根廷，咁啊撳住嚟攻。咁啊阿根廷嗰邊其實今場嘅防守都頑強嘅，成場波有11次嘅撲救。咁啊龍門嘅發揮都算唔錯，其實喺加時嘅末段咧輸咗一球，需要反撲啦。咁啊美斯都製造咗啲驚險嘅場面俾我哋睇，爭啲咧有機會咧偷到雞可以追和。咁啊勝在西班牙嘅防守同埋個龍門都有穩定嘅發揮，咁啊頂得住最後嗰5分鐘嘅阿根廷嘅攻勢。咁啊始終阿根廷呢邊10打11個體能咧90分鐘之後每個人嘅跑動又多咗，咁啊變相個體能更加捉得快啲。咁啊最後輸咗俾西班牙。望翻呢一場波嘅上半場個數據，咁啊控球百分比咧西班牙65%。而阿根廷嗰邊35%。咁上半場嘅攻門真係唔多，西班牙3次射門2次中目標，而阿根廷嗰邊0射0中。咁啊所以上半場咧係打得比較悶啲嘅。咁啊今次世界盃打破咗96年嘅傳統，咁啊喺中場休息，咁啊加插咗個表演，咁啊歷時11分鐘。咁啊好似咧美國嘅籃球 NBA 中場嘅時間咧就會加插表演。咁我哋喺呢個 show 見到咧有麥當娜帶領住2個巴西傳奇球星朗拿度同埋朗拿甸奴入場，跟住嘅之後表演見到有芝麻街啦。咁我哋見到今屆挪威嗰個指定動作，咁之後見到 BTS 防彈少年團嘅表演，咁啊亦有 Justin Bieber 嘅表演，咁啊亦有球王比利嘅相，咁啊大家向呢位球星致敬嘅。咁啊當然有，咁啊世界盃常見嘅表演嘉賓 Shakira 唱咗美加墨世界盃嘅主題曲。好啦，咁啊睇翻下半場個數據啦。咁啊控球百分比咧，西班牙再提升咗，接近7-3比。咁啊攻門次數加大咗力度噶啦。咁啊西班牙12次射門8次中目標，咁啊可惜都係唔能夠產生任何入球。咁阿根廷嘅方面咧，繼續俾西班牙鉗制住，冇任何嘅射門。咁啊犯規嗰邊咧，臨尾完場嘅時候有個粗野嘅攔截，變成2黃1紅，需要離場。咁啊呢場波3個關鍵位啦。咁啊始終西班牙喺個淘汰賽階段一次都冇打過加時，體能一定好過阿根廷呢一邊嘅啦。阿根廷喺淘汰賽階段有打過2次嘅加時，咁啊體能嘅消耗咧
一定係比西班牙呢邊多啲嘅。咁啊，西班牙全場高強度嘅跑動啦，令到咧阿根廷係非常之受壓。咁啊，成場波基本上冇射過門。咁第二樣，中場嘅控制基本上咧落晒控球權俾晒西班牙呢邊玩噶啦。咁第三樣，後備嘅兵員咧板凳嘅深度咧明顯西班牙係高過阿根廷多一啲嘅。咁喺呢啲條件底下，令到西班牙最嬲尾係可以能夠擊敗阿根廷，奪得今屆2026嘅世界盃冠軍。咁啊，呢個就係我當初世界盃冠軍嘅預測。咁啊，的確最後嘅冠軍係西班牙。咁啊，今屆2026世界盃完美咁樣落幕啦。咁啊，最後冠軍得主就係西班牙。16年後，咁啊再次攞到世界盃嘅冠軍。咁啊，亞軍咧就阿根廷啦，季軍咧就英格蘭。咁啊，睇開波嘅球迷，大家熟悉嘅球員咧，好多都係今屆世界盃係最後一次噶啦。咁啊，我哋熟悉嘅 C 朗同埋美斯，咁啊應該踢埋今屆世界盃咧，就應該唔會再踢噶啦。咁啊，下屆世界盃應該見唔到呢兩個球王。咁啊，足球嘅新時代將會正式開始。咁啊，究竟咁啊有咩球員能夠接棒 C 朗同埋美斯呢？計牌面上應該接住呢兩個球王嘅，可能係夏倫，可能係麥巴比，甚至而家19歲嘅新星亞馬。大家又會點樣睇呢個球壇呢？咁啊，今屆世界盃最後嘅個人獎項啦，譬如係金球獎，西班牙嘅隊長洛迪攞咗啦。咁啊，金手套咧，咁啊就係西班牙嘅龍門攞咗。咁啊，始終咧佢今屆嘅表現非常之突出，由小組賽到決賽踢咗8場波，咁啊有7場波都係冇失過波嘅紀錄，咁啊非常之強勁。咁啊，今屆嘅金手套佢能夠攞得咧係實至名歸。古巴斯攞咗呢個新人獎，咁喺決賽嘅表現明顯比亞馬好啲嘅。咁啊，恭喜晒呢3位嘅球員攞到今屆嘅世界盃嘅個人獎項。咁啊，今屆嘅神射手就係入咗10球嘅麥巴比。咁啊，最後啦，如果你有睇到我嘅之前嘅預測，咁啊多謝大家一路支持。咁啊之後咧，我都會講下英超啊、西甲啊、歐聯同埋一啲嘅足球嘅分析。咁啊，多謝大家陪住我每日嘅分析。唔知大家覺得今屆世界盃邊個係最好嘅球員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仲未訂閱我嘅頻道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